大家好，这是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天文干仔店。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补充一寡逐工天文图内底讲过的物件。主题就是我想到啥就讲啥，时间可能嘛差不多1分钟到2分钟安尼。好，安尼咱随来开始今仔要讲的内容。咱今仔要讲的就是即个 M51 乌伦星系。乌伦星系伊英语叫做 Whirlpool Galaxy。Whirlpool 就是惠而浦洗衫机迄个 Whirlpool。这是6月13迄天的文章，大家若是有兴趣，会使去甲迄天的文章找出来看卖咧。M51是一个光粒仔星系，光粒仔星系就是你看即个星系，伊看起来有一个光粒仔形嘛吼。伊边仔有即个射出来的，即个一条一条即个结构，就是伊的光粒仔手骨。即个手骨面顶你有看到一寡较光的粉红仔色的光点，对无？迄就是一寡新形成的行星。伊会叫做 M51，伊就是表示讲伊是美氏星表内底第51个天体。因为迄当阵咧编目录的时阵用的天文望远镜较无即马遮尔好，所以迄当阵咱敢若看到正手边即个较大的即个结构。即马即张相片伊是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翕的，所以咱才有法度看到除了正手边即个较大的光粒仔结构，倒手边还佫有一个较细的星系。所以有当时咱想要讲，咱即马到底是咧讲 M51的倒一个时阵，就会甲较大迄个叫做 A， 甲较细迄个叫做 B。毋过日本人因都毋是安尼号名的，因甲即个星系叫做 Komoji Ginga， 伊的意思就是带一个囡仔的星系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其实嘛是会使甲换做母仔囝星系。好，安尼咱今仔日的天文干仔店就讲到遮，多谢大家。